要做一个挑战。挑战吼，要安怎挑战？咱的目的就是为着第5季的海海导览先生，咱两个是不是会当继续做 partner， 继续主持落去？就看这啦，今仔日就决定啊！要耍这个 game， 要来决定看谁会使继续主持。是。哎呦，安若主持的人袂使。袂使继续。哦。压力足大呢。这拢是伊的 idea， 拢是伊的。你若是要换主持，你就讲嘛。那就安尼耍这什么 game？ 你是想要换控三，还是要？喂，足伤心的。足伤心的，好。啊，要安怎耍？要安怎耍吼？我有3个目标，写着什么关市，你就要讲出。现场的大家拢唔知影的代志。哦，这个关市，一个秘密就对啊。可能是你甲这个关市的秘密。我甲这个关市的秘密。嘿，大家拢唔知影。浮不出台面的张氏歹代志，拢会再讲。安尼好，嘿。相信。啊，伊是冰心嘛吼。大家拢是冰心。大家拢是冰心。知影就安尼。知影就安尼，唔知是安尼。好。我先来，我先来。好。啊，用力哦！好，这可能是家人箧，哦，家人箧，拄则咧讲，这个伊叫基隆语对无？但是伊的台语唔是叫家人书，唔是，啊是啥？伊的台语叫家人箧。唔捌听过对无？哪有可能？无可能！来，恁刚刚捌听过无？知影，听过知影的，安尼。你看，拢唔知，伊拢唔知，耶！我过关，你家己宣布啊，过关。你拢拍谁啊？嘿，好，过关哦。嘿，换你。来哦，1、2、3，花莲，花莲，加，好来。花莲，讲一个。我有交过一个花莲的男朋友。硬讲，大家拢唔知影对无？硬讲，拢唔知影。你知影无？过关！耶！继续主持啦。对，恭喜。啊，我阁有一支标。阁一支标。一支标。所以这要换迄个工会判。唔是，咱有都咱好朋友呢。哦，来宾哦，咱来欢迎这重量级的来宾哦，洪书记。哦，欢迎哇！哎呦，欢迎！前辈。后壁看甲足紧张的，对啊，所以我伫咧遮写嘛。一来就爱写哦，哇！咱安尼对台来宾哦，啊无遮请。我一来伊就互我标啊。对。请写。哦，这个有够准的。哦，宜兰对无？哇，有够准，来。这代志你唔知影？哦，你讲。我嘛有交过宜兰的男朋友。我真正唔知。大家拢用这招。啊！我讲一个，无啦，公生球啦，来一个进。啊，这样就莫讲。你讲。无啦，我知影讲吼，迄宜兰啊，迄古早哦，就是哦，有一条路呢，对遮啊开鱼啊，到台北，你知迄条路无？敢会去较迄个阳明山遐？嘿，这你知影无？拢知的吼，大家都讲知啊，安尼看袂干错。安尼咱换来宾，你讲好唔好？这头一项唔知咧，这一项唔知，够一项。拄啊，迄项唔知。拄只哦，男朋友啦，是啦，重量级的啦，欢迎啦，你讲啥物拢对。嘿，啊，今仔日的主题呢，真正足趣味呢，搞互咱的工会伴介绍咱的导览先生。大家好，我山猪妹，今日要带大家去散步哦，顺续了解一寡伊唔知影，我唔知影，伊唔知影，你嘛唔知影，伊嘛唔知影的代志。啊，到底是啥物代志呢？即摆就来看 VCR。
囡仔，咱今日就是要去台南的中西区甲台北的加拉啊，即马就要来欢迎咱的导览先生出场啊。第一位要来欢迎的导览先生，就是伫咧巷仔内底的工程师蔡秋婷老师。哎嘿，欢迎。欢迎。主任你好，老师你好。你好，这老师啊，伊本业是咧做工程的。嘿，建筑的工程，唔是，是迄种会当手棒的工程，对无？对，手棒工程是啥货啊？差不多是烟火吗？围青啊。围青，嘿，哦，这个哦，就做围青啊。卫星啊，哦，做老的哦。啊，伊讲这工课做无聊的啦，我是感觉你是趁伤济啦。无啦，伊就讲，嘿，伊讲这工课做无聊的，所以就去巷仔内底听人讲故事，听伊家己做够讲的，唔若讲互人听哦，伊搁讲互迄外国人听。啊，今日就是来遮要讲互咱大家听。老师，请坐。谢谢。欢迎。刷落来第二位啊，最重要的，伊是咱本节目年纪上轻的导览先生。我已经唔是导览先生的囡仔囝，所以今麦就是要来欢迎伫咧网咖走跳的小学生林坤平。哎呦，这鼓吹着。妹妹你好。你好，妹妹啊，伊开始做导览已经做3年啊，啊，伊对于3年前开始做，即马已经6年啊，对无？对对。啊，伊本来个性甲我同款做秘书的啦。我是讲，甲你讲我最爱食的。看型嘛，知影无啥爱食，啊，伊甲我共做秘书，啊，开始做导览了后，就变较活泼。听讲佫会共骗呢，所以对啊，今日就是要欢迎伊来甲咱教讲要安怎共骗。欢迎，谢谢。妹妹啊，啊你有行唔对路无？这是导览先生，你真正有咧导览吗？有啊，有。哇！你是导览台南的，还是导览迄个网咖？网咖的啊，所以你是几岁开始9岁， ？9岁就开始。哇9岁呢？9岁是，9岁3年啊。 3年啊4年，4年啊的时阵啊3年，3年。你是为着什么去做导览先生？因为已经有发那个报名表，发报名迄个表啦，对不？然后同学也有去，所以我就跟着去。哦，哎呦，农村有去报名做导览，嗯，啊，结果你也去，对啊，，结果伊无调，你调。是，伊嘛有调，哎呀妈，有调哦，安尼就赞嘞。啊，伊嘛是继续安尼甲你同款做，甲即摆搁咧做。对啊，你足介意做导览先生，介意，是因为安怎？哦，会食到好食的物件，头家拢甲你请。拢请会食。讲着好食，伊有笑容。是啊。什么上好食？台风的姜酥鸡，台风的姜酥鸡，赞哦，赞够知名都是哎，金呢网。咖好食物件足多咧，加拉搁较多。因遐有一个大市场嘛，对无？对，我迄附近好食物件，市场边仔物件拢好食。哦因为拢是哦，足拢专家咧食，因为遐拢咧做煮食的啦、卖菜的啦，迄种喙拢足刁的。对。欢迎。另外这边，较早你是咧放烟火、放火箭，啊，是，真正咧设计火箭。围车，卫星，嘿我了解你跟马斯克有熟啊？哦，阮家买火箭安尼。真正有熟呢。真的啊。无啦。啊，你是安那到尾啊？你会去做这个导览先生？因为我读册吼，拢伫大学啊、研究所，拢伫新大啊，有当时啊考试考歹啊，还是讲做研究无顺利的时阵，心情无好嘛，啊，就伫台南街啊、巷仔内底乱扫，嘿，啊扫，啊有当时啊看人的厝啊，听人讲故事啊，嘿啊，啊讲啊，发现讲我家己其实是最爱听历史的代志的。巷仔内的故事。巷仔内故事。所以台南今年几年啊？今年哦，有人讲，旧年阮讲台南400，对。啊，今年阮讲府城300，嘿，那会过一年了，差100差对100年，这是什么意思？因为吼，旧年阮讲的台南400吼是讲
荷兰人来到台南，是是就是荷兰人来的迄当开始算起。对对，啊，今年阮讲的是虎城，伊是讲迄个城气候好的时阵，吼啊，到有较早到即马算啊，拄300栋，所以伊迄个概念吼，还是小可无共安尼。而且你佫会使用英语还是日语，淡仔导览对。啊，就用一寡迄落简单的英语啦。啊，有当时啊，一寡外国朋友来，啊，嘛无一定讲因是拢迄落英语国家来的，有当时啊，就来啊，大家拢讲英语小可会通啦。啊，就简单讲一下，啊，伊就知影我咧讲啥物安尼。What's the favorite food you love most in China? Milk fish。Milk fish。你知影无？你知影无？沙巴鱼。哦。对，伊拢叫 milk fish。对。哎呦，这英语嘛会通呢。会国际呢。国际化。啊，无咱先来倒位佚佗。嘿，国际化的老师先。哦。国际化的台南府城。来去。我常常行到遮的时阵，脚步拢会较慢，因为遮足侪金银财宝。倒位？遮，会使捡到金银财宝，跳两间苹果色，木瓜牛奶的发明的店。全台湾木瓜牛奶。我俩这是高雄，唔是的是台南。我俩都是中华呢。这间敢是中药吧？这是咧啉烧酒的所在吧？你甲食看卖。这是中药。那是汉方的巧克力。是，你敢捌知铁花窗？对，我知啊。所以你应该会当约到这个字。你讲这是一个字，这是一个字。这是一个字。伊的答案的。哦，是。国际化的台南府城。来去。大家好，我是邱婷，你嘛当叫我阿婷啊。我今仔要带大家来台南中西区的巷仔路踅踅的哦，行。好。咱头仔讲到府城300年，府城咱都听过这个城，但是伊到底踅了安怎呢？就像咱这条道顶管安尼，这条是较早的古地道。阮兜呢住伫即个所在，所以我常常呢咧踅着即个府城较早即个路线，甲踅一段散步啦。一空差不多11公里，差不多行4、5点钟就行了啊。我常常行到遮的时阵，11公里哦。我行到遮的时阵吼，脚步拢会较慢，因为遮足侪金银财宝。倒位？遮，伫遮。佫一条咯。大西门遮，西门路2段，西门路2段。会使捡到金银财宝。足侪。哎呦，我嘛去，我嘛要去。我嘛要去。对，遐讲金仔店，甲银楼啦，规条路拢是。因为即个所在吼是台南从较早以来即个商业活动上多的所在。因为除了即个大西门以外呢，这就是海边啊。到尾5条港嘛拢伫遮，所以较早做贸易的所在呢，拢是伫即个所在。到尾仔呢，甲即个城起落了后啊，吼，即活动拢搁伫咧，但是人的生活啦、文化啦，拢加减有一寡变化，吼。城内甲城外来有一寡无共，所以较早伫这附近遮有一句俗语啊，因讲内关帝港签诗，抽签的签诗，外关帝港呢当机。这是安怎讲呢？因为较早住伫城内的人啊，因的迄个经济较好，所受的教育较好，所以有较有读册，所以因咧拜拜啊、求卜的时阵啊、求神问卜的时阵啊，因是用签诗这文字，吼。若伫城外咧，大部分拢是劳工朋友，这受教育较早啦，吼，较早较少，对迄字捌较少，所以咧求神问卜的时阵呢，就找当机安尼就对啊。其实这是甲大家讲，这生活有一寡趣味，一寡有乐的所在，大家会当去观察安尼。来后一张，但是我看的毋是迄个金银财宝，我看的是文化。吼，你若来到遮，你会发现，有足侪巷仔口吼，有这牌楼，吼像遮。牌楼，这个巷仔
后壁吼上尾啊只拢有一间庙，而且吼这逐间庙吼拢是坐东向西。趁钱无人知。哎呀，是啊，上怎会安尼呢？这就是因为较早吼，伫即个大西门这边遮吼，咱头讲伊是海边仔嘛。啊，海边仔因即寡庙啊，就是直接港道吼，港道的上顶头遮庙拢起伫遮。伊咧保庇是即个港道顶管做生意的人，做工课的人，所以拢是坐东向西。看到西边伊的信道来保庇因就对啊。啊，你即摆安尼，我才有迄个印象，就是讲你若是咧伫咧台南市啊，咧行路的时阵，真啊拢巷啊，迄巷仔口拢有迄个牌楼呢。我是讲真啊拢有伫咧拄好伫一咧。边拢是庙。对，真而诶。且伊迄巷仔路吼，有当时拢歪歪，毋是讲上直的，就是较早吼，迄个港道的分裂就对啊。嘿，较早港道就是伫遐，嘿，港路就是伫遐。啊，所以咧，这伫迄个城内底这几间庙啊，吼，你若甲念起来吼，就是咱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第一条巷仔路。来看遮，我今仔要大家介绍一条旧的新美街。这条街啊，伊有嘛有200-300年的历史啊。吼，古早时代咧，其实伊分做3段，这段叫做美街。上头做美街，因为较早台南城内伊的粮食、豆啊、米啊，拢是为这小北门遮来的。是。啊，所以伫遮咧假米卖米。啊，中这段咧关帝庙，则嘛有一个名叫做抽签巷。咱内底咱头仔讲到迄个来关帝港签诗，是。因为关帝庙伊遮的签诗特别灵舍。嘿。啊，来到遮咱看到一个香料街，吼，毋是迄个食物件迄个香料，迄个香料哦，伊是香。船仔的篷，迄个布篷，较早船仔的布篷伫遮咧修理的。是。啊，我有当时啊吼，下晡时啊，拢来到遮咧暖踅。嘿，因为我的冰箱伫遮。你的冰箱遐真侪好食物。嘿，遐有2间冰果室。嘿，第一间是木瓜牛奶的发明的店。嘿，全台湾木瓜牛奶。我俩做是高雄，毋是是台南。嘿，我俩都是中华呢。听讲是伫遐发明的哦。那不是西门町？毋是你啦。爱确定哦。你来啉看卖就知影。中华。啊，第2间哦，我有当时啊拢去啊，食一个有80几档历史的甜料。嘿，我今仔日原来甲这甜料甲摕来啊。哎呦，嘿，甲大家分享来吃看。布丁哦。嘿，布丁。较早是好呀，人才会当食。是啊，嘿啊。对啊，佮有糖，佮有卵，拢是上贵的。放暑节头拄仔讲着啊，这较早是好家人啊，经济较好的人开当食。啊，这布丁安怎来的咧？这较早吼，日本时代，日本人去欧洲去学一寡因的料理啊，因的建筑啊，啊嘛学着布丁。啊，到尾甲这布丁摕来到台湾，好香的。摕来到台湾的时阵啊，咱台湾人咱的师傅是毋是去学？啊，到尾啊咧，咱台湾人的师傅家己出来开店，啊做这布丁。所以这布丁诶有80几档的历史。较早我食串冰，咱嘛吸一个这布丁。一倒卡，对无？我咧顶管安尼。对，啊糖啊流落来。啊，足唔甘啊，卡的安尼。系啊，你内行的，内行的。这布丁我问伊者，你感觉这布丁安那？好食。好食。啊，咱大家一边食，我去继续介绍这条旧街仔的新，互大家看。是。来，看到遮，恁看到这间，伊是一间老房子，古早厝。吼啊，我上爱这间是因为吼，伊的面较宽，吼啊看起来足完整的。啊，伫遮咧有一个足特别的所在，即个物件。来，大家要看卖，尤其是吼。外国朋友来到遮吼，我拢爱教因耍这个游戏。足特别的。这是行吗？有啥物提示无？提示。来，我伫遮拢会甲因讲啊，嘿，恁敢捌知铁花窗？铁花多知啊。嘿，铁花窗，嘿，啊，什么叫铁花窗呢？我就是甲因介绍啊，吼。阮台湾 people 吼，usually 吼，when they use some symbol to decorate our window grill. If not this decoration, that looks like a prison. That's our house, right? 你讲乖咧啦。Right. So gradually, they want to use some special symbol to reflect their Personality. Yes, personality, their family,
or the occupation. Okay. So here, please guess what is this? 好，你等一下。好，拄则老师伊段会讲什么来？你甲大家翻译一下。你做工课班，你来讲翻译。就是讲呢，老师 ，Can you speak 他多迄段 in Taiwanese 吗？喂，啊，你就爱搁叫你翻译。只换你帮伊翻译。伊就是讲，迄较早铁桶若是安尼做吼，直直缓缓安尼哦，会成个去用关。所以咯，要甲变化一下，较有艺术感的，啊，较有一寡迄个代表象征的迄个感觉。其实较早这铁桶啊花哦，足多呢。是。每一个所在哦，拢有无共款的设计。是。吼，所以哦，有的搁写家己的厝内底的姓。嘿嘿。吼，啊，有的是有家己的迄落阮兜若是讲像迄国外毋是讲一个家族有一寡迄个家徽，对，伊就会甲设计入去。对。嘿，啊，所以恁应该会当约到这个字。这是一个字哦。嘿。等，你讲这是一个字，这是一个字。嘿，这古早的字。下较敢若是一个菜市的市咯，市场的市是毋是？是这是一字还是两字？一字。一字哦。一字，嘿。敢若气功的气。啊是富贵的贵。毋是，伊的答案就是一个图内底，布类。台南市布招类。牌啦。嘿，这较早的招牌，就是这个布。啊，那写个遮复杂。嘿啊，因为这古早字。哦。好，不要紧来，后一张。这就较好摇啊吼，这间嘛是较早这个老厝，即马在创啥物咧？有啥物？我看。幸福来啊，嘿。啊，还有这个。什么？这个大民宿啦。嘿啦，民宿啦。对啦。素食呢？素食。来后一张，这张扛棒头前叫人点点，这耗子哥应该喜欢，吼，这足介意。来，你若啉了就大家就踮遐一直炒，足炒的安尼啊，对无？嘿，厉害内行的哦！这间就是即马介有名的一间酒吧，嘿，这间的亚洲排第35名，吼，这足厉害的，嘛是新美家家。好，这拢是一寡少年人，一寡新的力量、新的文化，来到这条旧的街仔路顶馆。好，后一张。该去台湾去遐啉一下。对。搁看到这间店，来，这个字恁该会晓。其实这是他，唔是。碟。唔是。豆腐。唔是。豆腐。来，我公布答案，这是一个日文的汉字，发音叫做榻榻米。迄字就叫榻榻米。是，就是榻嘛，榻榻米，按对三字。榻榻米。三字做一字。榻榻米其实交这布丁同款，拢是日本时代留来到即卖。台南上最捌将近要50间的榻榻米店，即卖台南剩2间，一间伫遮。遮所以因头家第3代头家咧，因嘛咧想办法，要互大家会当日常的生活常常用这榻榻米。所以你看后一张，伊就是甲这榻榻米。甲大家介绍，用足多咱生活上用点物件，比如讲咱的椅垫啊，还是讲咱的杯垫啊，伊拢会当用这榻榻米这个手法落去做，安尼有趣味无？来哦，咱这条南北向的街仔，咱行了后，咱要来行一条东西向的街仔。这条街仔咧，你行到遮，这500公尺的距离内底咧，你拢爱常常深呼吸。你愈喘气，你的健康愈好，是安怎？因为这500公尺内底咧，有将近要10外间的中药行。因为古早时代，这就是台湾重要的港口。台湾的中药其实拢靠进口的，所以呢，较早台湾所需要的这个中药啊，拢是为遮来。外国的先生，来台湾开的第一间西药的诊所，嘛开伫这附近安尼。你对中药房的印象到底是安怎？敢会记的？就是有一个南北货的气味，老的毒啊，毒啊顶管拢写足侪名，对，有的看有，有的看无。有一块是迄落酷啊，有关啊，有关啊，来看，这间无讲敢是中药房？这是咧啉烧酒的所在吧？唔是，你看来，这是展览吧？咱复习一下来。这拢是中药的名对无？姐，你有法度念无顶悬的哩？我看无呢，你去帮大家念者。这有乌龟、龟帮、
古板，古板，拢能力用对。哎，真正袂啊，当归会样啦，当归，枸杞会样啦，洛阳啦，川芎啦，熟地哦，熟地嘿。啊，加这啥？这茯苓啦，茯苓，嘿好嘿。白，我嘛袂晓。哎，你家己都袂晓，这我嘛袂晓。有70分啊，有70分。是。啊，你看伊内底有足侪无奇怪的物件，看起来交一般的中药较无共对无？我今仔甲这起来啊。食中药哦。无你摕中药叫阮食中药是要创啊啦？无，咱有讲一句话啊，咱若无法度食苦，咱至少爱食补，对无？你甲食看卖。哎，这是中药？这毋是纯中药，刚食出来这啥物物件？内底有一寡成分呢，叫中药，就是平常时互咱精神较好的。哎，敢若有呢？什么吗？系什么对？枸杞对，嘿，啊，因甲这传统的中药啊，咱平常时我叫枸杞啊，嘿，这个好，一定要过红豆。面色面苦茶，迄是巧克力的，会苦啦。所以这巧克力的品质就好呢。嘿，也是70%以上的巧克力，嘿，所以吼，伊就是要互大家，食苦嘛当食补哦，但是迄个苦是巧克力的苦。而且汉方的巧克力。是，啊，毋是干那安尼哦，这逐冬吼，阮拢有一足特别的办桌，像阮逐冬拢伫这立冬的时阵来办桌。啊，办桌伊这菜色足特别的，伊就是甲咱平常时食的这中药啊做成这大菜，嘿，啊，大家伫这新美街附近的庙埕做伙来食这个中药的办桌。这味是我上喜欢的，系米糕，但是伊毋是遮简单的米糕。恁伫台南食米糕爱配啥物？米糕配金啊？毋是，米糕啉鱼啥？鱼啊，啉啥？啉素心汤，素心汤对。哎，米糕配素心汤，啊，这项菜伊就叫做素君素心做米糕，迄个做交迄个法式的料理，讲法有一条共款，伊就是用这个中药内底的君药加这个新药，吼做伙来辅佐，啊，交这米糕。到做伙，敢有想要食？啊，你有炸有炸那有遮好的代志。一定要食。哎呦，你若想要食的话啊，就一定要在台南加一抓哦。哦，你搞我去台我感觉我小可想凶呢，我嘛是，莫讲你，我嘛是。是，啊，我爱介绍咧到遮吼，啊，大家若有时间吼，一定来台南加一抓哦。感谢大家。到精彩哇！这一点钟拢我讲嘛讲袂完。拄食这内底内容，你上介意倒一个所在？啊，是拢食的啊。对啊。啊，不过即马中药房哦，我知影讲哦，已经无咧发这招啊。所以哦，你若一斤无收起了，伊袂搁发这招啊。哈。对，所以愈来愈少。所以收一斤减一斤安尼。收一斤减一斤。哦，所以你的转型我感觉足重要的呢。所以因做做少年人，大概家想要互大家更了解这中药的文化。所以袂应该收起来。袂使收起对，来。袂应该收起来，爱传承。对，爱传承，你得成功。对，这个故事要继续甲大家讲。好，放上大家知。好，感谢你。感谢。过来要来放假。你准备好啊未？好啊。好，交你哦，加油！加油加油！这就是加拉阿煮啥豆菜。规大包的豆菜拢是对遐洗出来。豆菜拢对加拉来。因为这边有一条水圳伫遐。我哪唔捌水过，讲遐有水圳。这下种豆菜，这是昆南市场的早顿。我上爱食的是大面，搁有脆皮吧。哎呦，你讲到食的个笑搁有一个好食的，这个是秘密料理，秘密。哦，秘密料理。才知影食。爱听伊导览才知影。是的。你台南这里啊。你准备好啊未？好啊。好啊，好，交你哦，加油！加油加油！大家好，我是林文平，我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加拉。
哇！今仔日我要甲大家介绍我的故乡嘉拉。嘉拉就是阮即马讲的南办话，就是西藏路道新店市一区。大家拢讲遮是网咖，但是阮在地人拢会讲是嘉拉。你有去过无？我捌去过呢。我小学6年级就去过。小学6年级，爸爸带你去。对迄个民生社区坐公车，是。对头一站，这是上尾站，所以爱坐超1点钟的车。我去青年公园内底上水。就是迄个青年公园。对。你敢有淡仔烧水？无，你无？这边有真侪趣味的秘密。哈子叔叔，你敢知影嘉拉是啥物意思？唔知呢，敢是拉的意思？唔是。加拉其实迄个时阵我俩说，我食梅，我要加拉。对，无因为，对，伊遐头家可能就热情的啦。你讲你规工咧淡仔咧做事哦，我甲你加拉免。嘿啦，应该是安尼啦。嘉拉是凯达格兰族语烂地的意思。烂地烂田烂田烂土。这边进出真侪上赞的农产品。有啥物？这个豆菜。豆菜哦。豆菜。因为这边有一条水圳伫遐，先看影片。水过讲遐有水圳。这边的水圳水足清气的，适合种豆菜。真正有一个豆菜行啊呢。对，这是豆菜种豆芽菜的工厂。你家伫街仔路若看到涂骹澹澹，铁门扭来，伊有可能伫种豆菜，因为豆菜爱澹澹暗暗的环境才能生长。就袂用见光。袂使见光。我家己有发过啊，见光就无遮白啊。是毋是较老嘛？较老。唔知咧，伊就见光伊就变色，变啊感觉色安尼。嘿，今日豆菜嘛有来啊，伊见光就炒色啊。见光就爱去用食去。见光就食，会使食。感谢。所以这是恁家拉种的豆菜。这就是嘉拉出产。规台北的豆菜拢是对遐生出来。豆菜拢对加拉来。对。我拢唔捌想过豆菜是倒位来的。今摆也换全台湾拢有，竟然是嘉拉种的。你看一个地图，有看到啥物无？这边的里内底拢有着这个名。是因为这边有以前有真侪麻竹笋。着甲着共音。着甲着共音啊。我当作遐足侪土地公咧，好着正事，所以拢叫什么竹里。结果是麻竹笋。过来，我要介绍昆南市场。先看影片。昆南市场曾经是东南亚最大的市场。今卖的昆南市场是经过改建的，市场里面有分颜色，看招牌可以看到。足清气呢。对。今卖市场拢足清气的，传统市场拢足清气的。阁有冷气。对。这个红烧是的猪肉。喷红奶烧是的加工食品。那烧是的海产。鱼啊。真正海啊，哪色啊？对。咖米烧是卖鸡肉，青烧就是卖菜的。这边有一个黄烧的。黄色的卖水果。咖啡色卖啥物？咖啡色卖鸡。厉害哦！厉害！好，你介绍。这是昆南市场的早顿，2楼有卖早顿，这是昆南面店。是市场内底超过40年的传统面店。哇，官联，这地是官联。你把这做来的。来遮的人拢会卖米苔肉，阁有乌白切。我上爱食的是大面，阁有脆皮肉。
哎呦，你看讲到这个，够笑哟。啊，今日迄米苔肉甲脆皮肉嘛有来到现场。哎呦，谢啊！我这米苔肉搁不哩啊粗呢吼，哇，赞！这若有淡薄仔迄个咸姜仔酱搁愈好。我这脆皮吧，哦，这甲遮够着。你讲这就是你上介意的。哦，对。啊，这一份安那卖脆皮肉1份50块， ？50。啊，米苔肉板的，价，米苔肉嘛是50块。嘛是50块。好食。好赞。这间是伫市场附近的油饭，伊2点半就开啊，一直到9点。啊，毋是啊，2点半，还是下晡2点半？透早啦，透早。哦，透早。透早，凌晨就对了。我只要2点半就开啊。好食的是油饭，佮有排骨酥汤。哦，啊，伊佮有一个好食的物件，哎呦，这是啥？萝卜饭哦。这是鸡肉饭，就是萝卜佮有鸡肉。哇，这个是秘密料理，秘密的料理，秘密哦，秘密料理。啊，特别甲讲早有吗？菜单顶悬无写。无写。爱听伊导览才知影。是的。 4点就无啊。足困难的，2点半到4点。哦，这足早起来，啊，早啊点半钟啊呢。我懂。对啊。以上就是我的介绍，欢迎大家到我洗菜市啊！是啊，太棒了你看伊安尼导览了后，你有啥物感想？我拄来甲讲啊，要学英文啊。学英文。因为遮细汉就学导览无，即马加伫咧加拿大，吼，搁较大汉就台北市啊，啊台北市完咯，你台南这里啊，新门大户来到台啊，南。刷落来大海巡就出国去导览嘛，哦，对无？是。对啊，我感觉足古锥、足感动呢。啊，咱导览先生的头一摆有舞台，互咱的导览先生呢。哎，后盖有咱铺红色的，是就有红地毯的感觉。我去啊，要较紧。伊有一开始安尼足必须的，安尼吼啊接受这个挑战，啊，要行出家己的舞台。啊，你家己是爸爸，你看这一定哇。因为家己的查某囝嘛是像安尼，你讲你要徛咧舞台顶悬讲话，迄足难的。是啊。甚至是讲你要带一阵安尼才会大人，啊有迄阿姨啊，拢足刁钻的。什么叫阿姨啊？阿姨就阿姨，那叫阿姨啊。有的阿姨要求，加20岁，那叫阿姨啊。有的阿姨要求足济，对无？你要对付这妖魔鬼怪的外人。你敢有受伤过？无。所以我是感觉爱互伊拍声鼓励。真赞足赞的，足赞的。今日这两边的迄导览拢足精彩的，啊，因的加分茶嘛足芳的，所以咱即摆就准备要来食加分茶咯。今日足多就胖。嘿呐，小芳的。哇！我今仔带来这些台南内底这中医的料理，这个我都叫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所以咱即摆啉的这就是米其米其林。林的中医啊，啉的目睭拢紧起来。甜的。嘿。这个是土球啊，伊个尻川有牙，比较软也比较甜。哦，较好食。这个是雪脆，底部就没有牙。真的呢。我拢敢知影高丽菜有甜的甲尖的，我更唔知有春天甲秋天。竟然是一个妹妹甲阮讲的。哎呦。所以咱即摆就准备要来食加分茶咯。今日足多就胖。嘿呐，小芳的。哇哦，哇，这个鸡肉汤吼，好香好哦。香哦。这中药应该是你的嘛，对嘛，拄则伊改良的迄嘛。是。啊，这白菜肉，白菜肉啊。还是高丽菜，高丽菜肉。高丽菜肉。高丽菜。高丽菜。哦，啊，你应该是爱先食这味较轻的。好啊。
我较早上爱食迄轮饼内底插迄高丽菜。哦，脆脆安尼。甜，足甜。老师吼，你今仔日是咧买菜哦，摆摊遐，那会炸2粒高丽菜来？因为大家拢感觉高丽菜拢共款，对啊。所以我就炸2粒高丽菜来介绍一下。哦，这个是土树啊，伊个尻川有芽，哦，因有生宝宝啊，有芽，芽有小芽，发芽的这里都会有小哎芽。啊，发芽。有小芽的就是初秋，初秋哦。初秋就是像你们现在吃的，比较软也比较甜，哦，较好食。较低。啊，这个咧，啊，这个是雪翠，它雪翠底部就没有芽。哎，真的呢。比较一，比较一。比较一吼，你看，这有个耶，叶，啊这这无。无，诶，啊，雪翠它就是尖尖的，长得很尖尖的。哦，这是两尖头的尖嘿，头。尖头，这是2种品种，是不是无共的？还是对？哦，啊，这个吃起来就黑菜，这啊，这较软较甜，对，所以爱买菜的时阵爱紧的，就是超级。变过来，安尼看。应该讲这是有芽，要煮汤的啦煮汤的，嘿煮啊汤的菜用菜青菜较济嘛。嘿哦，应该是安尼。所以你若要加入迄个汤来煮吼，爱用迄个，一提初秋哎呦这初秋，初秋，哦，连安尼买安那买高丽菜，伊就知。哦，对无？啊，你买头家会算你较俗无？我听讲菜姐你拢足熟的啊，报你的名，敢会使打折？对不？应该可以。应该可以。很有信心哦。大概这听了伊的故事来试看卖啊，哎，看咱市场。好，啊，再来食台南府城。是。嘿，这就是咱拄则讲迄个中药房晓。哦，伫迄个中药板凳内底，你会当食到这项菜。哦。而且内底你怎样食看卖，伊无加盐，无加盐，但是足甘对，甜，足甘的，对。足甘。哦，这汤啉落目睭拢金起来。甜的。嘿，真正是迄个甜是迄个甘呢，哦，迄个甘气，哎呦。甘草是毋是甘草？嗯，甘草的甜味。其实吼，这项吼是十全大补汤。哦，这是主足清爽的。是。啊，十全大补汤咧，其实伊是为素君子汤，就是补气。啊，搁一个咱常常听到这个素不辣汤，素不辣汤是补火。啊，搁淋这个青芪，咱常常听到当归青芪。啊，青芪咧其实那伫迄个中文字是写黄芪。啊，搁有一项咱啉咖啡有当时买淋的，肉桂。嘿，啊，这10项内底合起来就是这个十全大补汤。啊，去十全大补汤有足侪所在嘛，拢有咧卖。我今仔出来这些台南内底做这中药的料理，啊，做到我都着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所以咱即摆啉的这就是米其米其林。林中药啊，是。哇，必比登。这阮若是吼主持3集了，等于阮某安尼啊，伊用这个汤我啉，我讲哦，感谢，我足爱你。是哦，毋是你暗时要考试啊？是不是？暗时要考试暗示。无讲，暗时要讲好3集嘛，就先卖啊，过等讲看安那再讲，是毋是安尼？我啉完再讲，你晚再讲。啉完看真空。是。哇，满足。足介意的，足介意的。但是吼，即摆展览的时间嘛是爱来。今仔日吼，这个2个古城，对无？台南府啊，甲这个艋舺。哎呀，这是要安怎斗？哎呀，好，安尼好，免烦恼，已经讲好，搞落就对啊。好啊，好。哦，来，老师告稿认嘞，1、2、3秒开票。人你家己就走票，你家己走票，你搁拍无啊？啊，当然我同你进票。感谢。你即摆感觉你哪咧哭？无啦，我其实吼，我若
做爱食高丽菜的，嘿啊，妹妹12岁尔咧，这真正是，系啊，啊，你一粒高丽菜送叔叔，哦，感谢，多谢你的支持。对，这个点头的嘛送你。高水高水，恁哪会拢投给妹妹？啊，因为我就看伊，就敢看到我细汉伫游览车面顶嘛，是讲就无啥无啥认同的台语在共骗啦，所以就感觉共款就投互伊啦。你是要考啊？有啦，要考啦我嘛就想起迄段时间呢，阿公阿妈拢不爱买啦。辛苦诶，我因为拢投互因呢，伊拢假困呢。对，你几岁的时候伫咧游览车？几岁开始？差不多高中2年啊啦。国中、国二啊，嘿，国比较大汉啊。伊刷猪肉较重啦。哦，哎呦对对对，啊，你嘛是投给妹妹？系啊，因为我有主持儿童的节目嘛，我感觉即摆的囡仔有生活的知识真重要。伊知影安怎买菜，安怎去洗菜市啊，这是足珍贵的代志，因为足侪囡仔拢袂出门啊。但是伊11岁做导览，我足感动。但是台南嘛是足精彩啊，系啊，但是恁两个 PK。他赢在起跑点呢。是啊。阿姊啊，我甲你讲，你也知影我有主持的美食节目几年嘛，对无？是。我甲你讲，我拢敢知影高丽菜有边的甲尖的，我敢唔知有春天甲秋天。对。对啊。秋，哎，啊，我搁发本来是想讲，台南我有熟，我来投一下台南。哇！我这个知识竟然是一个妹妹甲我讲的，哎呦，这一定要投伊啊！是。啊，你呢？我吼，我就是讲，应该大家拢会投互妹妹，安尼伊会足孤单。我早就了着啊，但是你的故事我足介意的，因为我知影讲是安那巷仔口伊有迄个牌路，对无？较早看出去，遐都是海呢，对无？你若无伊甲你讲，你也知影，我头前咧马路迄。较早拢是海，无可能啊，是毋是啊？个红心庙本来就是咧港口的代志啊，足赞的。但是我妹妹拄啊好呢，我支持你，两个拢足赞，感谢台湾努力。哎呀，足感动的。啊，各位观众朋友吼，恁嘛感动吼。你若是有趣味的故事，欢迎报名海海导览先生讲给大家听。啊，若是看袂到，这个台语台拢有哦。咱后集来相会，拜拜。再会，感谢台湾上水。